大家好，今日又嚟到我哋好書推介嘅時間，我係科 A 班嘅黎翠怡。大家好，我係馮大老師啊！大家早晨。馮 Sir 啊，你係體育科嘅老師，咁今日介紹嘅書肯定有關於體育㗎啦。冇錯啦，嗱，今日咧我特登帶咗一本咧叫做《我的第一本健身書》俾大家睇。咁啊呢本書咧就唔係大家喺坊間啊嘅書局啊或者圖書館見到嘅台灣啊或者韓國出品嘅書。呢一本書咧係13位咧香港本地嘅專家咧聯手打造嘅一本嘅健身嘅書本嚟㗎。你知唔知入邊有啲咩好處啊？哇！我真係唔知喎。嗱，我話介紹下俾大家啦。咁除咗咧一般一啲圖文並茂嘅圖片話俾大家聽點樣去做運動先至係一個正確嘅姿勢啊方法之外呢，佢仲提供咗一啲好專業嘅資料俾大家喎。你知唔知有啲乜嘢嘅資料呢？會唔會係一啲關於嗰啲運動嘅一啲資料，定係一啲飲食方面嘅？你都估中咗好多。其實入邊咧都加咗好多咧一啲專業團體嘅知識俾大家㗎。譬如話大家認識嘅世界衛生組織啦、美國醫學運動協會嘅一啲運動指引啦。咁所以同學睇呢本書嘅時候咧，就並非咧大家一啲過往嘅經驗啊，運動員同大家分享咁簡單。佢仲有啲專業嘅知識俾大家。咁等大家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可以相得益彰啦。哇！咁勁！咁聽完馮 Sir 嘅分享之後，咁大家一定要去做運動啦。咁真係啦，睇完本書之後呢，最緊要坐言起行嚇，我哋一齊去做運動好嗎？今日好書推介嘅時間到此為止，多謝大家。